那个丢球丢到圈圈里面的游戏，用骰子，然后粽子、球球来当做那个降落器，丢在那个火星上面。这个团康游戏叫做火星霸主。火星霸主的话，主要是要让小朋友扮演科学家的角色，会想要把探测器送上火星，考虑到说要怎么样让探测器降落在火星上面。他们尝试各式各样不同的降落方法，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它可以比较安全、正确着陆在我们想要着陆的地点。它就是小朋友在这个游戏体验过程中可以得知到的一个讯息。国小大概要4、5、6年级才会介绍一点点的天文。那在国中方面哦，它是在3年级哦，要国3的时候有一个科目叫地球科学。那地球科学里面哦，它其实天文的课程的部分也不多，大概1/6到1/5这样而已。我们在导览的过程中，大概就是要讲别人听得懂的东西啊，就像说小朋友讲的程度不能太深，一般都是讲说这个年龄层他可以接受、可以听得懂的科学知识。大概展示馆导览这样。那我们在观测馆也有导览，那观测馆就是直接介绍望远镜的部分。然后呢，在礼拜6的时候呢，晚上我们有星空导览。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台南相当重视天文教育，为了让天文教育能够深入校园，所以我们南宁天文馆呢，在108年就完成了国小1到6年级适用的心动时刻天文系列课程。透过这一些教材跟教具的协助，我们的老师就可以引领学生一起探索宇宙的奇妙世界，感受星空之美。我们的南宁天文馆在大内区，它是南台湾最好的天文馆，一直以来都以各种生动活泼的天文教育来闻名。透过精彩的天文游戏、展区里面的体验活动，让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尽情地探究宇宙的奥妙。我们的天文馆不仅提供了天文的专业知识，也让孩子能够亲身体验各种星象的变化。透过精巧的教具、各种团康的游戏，让我们大小朋友呢享受与同伴共有的乐趣。所以，我们欢迎市民朋友有空就一定要到天文馆一游，让我们一起走入奇幻的天文世界。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杨春怀，欢迎收看12月14号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桌球选手郭冠宏参加2023世界青少年桌球锦标赛，摕到冠军、银牌甲铜牌。14号透过立委陈廷辉献奖予台南市。不过，伫献奖的过程当中，立委也为台南的桌球馆请命，希望为选手争取宿舍的空间。伫郭爸爸、甲郭妈妈以及教练的陪同，郭冠宏带着2023年世界青少年桌球锦标赛的3面奖牌，透过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怡珍、周丽珍共同献奖予台南市。不过，伫个献奖的过程，立委陈廷辉嘛为台南的桌球馆来请命，希望会用加强桌球馆的基站、训练站的设施。今天也就是要为我们这个来献奖哦，但是今天要献什么？献给我们台南，是要献给我们台南。为什么我要这么沉重？一方面献奖应该是很开心的，但是呢，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献奖给台南？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要为台南的桌球请命。我们要请命什么？我们要请命我们基层训练站哈。那现在场地我们就回来了。
好，所以基层训练站我觉得没有其他的遐想，然后我觉得应该就是要全力协助，然后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宿舍的部分，然后就是说在宿舍的部分，因为一定要有整体性，因为没有宿舍，其实它真的不是一个训练站，因为只是一个打球的地方，不是我们要的，我们希望是。我们希望秉持过去林忠雄老师一直讲的，林忠雄教练一直讲的，我们选手他训练的不是只有球技，而是他的生活起居跟品性。这一次今年全运会只有我们整届的主要是场馆，就是场地这边而已，宿舍这边还没有，所以因为我们有很多外地的选手来到这边来，所以住宿现在是我们比较需要解决的一个怎么讲的需求。立委表示，台南是全国倒球的重镇，过去的成绩曾经伫个全运会拿下23连霸，不过伫个倒球馆委外以后，就中断。因此，上午嘛邀请体育署的官员，希望争取倒球基层训练中心。对此，体育署嘛回应。只要市府提出计划，中央一定会全力来协助。那有关基层训练站的部分那当然基层训练站是由地方来设置、辅导设置那台南市桌球馆纳入基层训练站这个部分假使我们地方政府这边经过地方政府的评估，认可是没有问题的话那到时候就一并提计划送到我们体育署这边来做审查，我们会给予评估协助，这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刚刚我有特别提到那个宿舍的那个部分事实上，如果当桌球训练馆被纳为我们基层训练站的话那后续也可以循着我们的那个基层训练站改善训练环境、器材设备的那一块。其实改善训练环境那边有一个部分是针对那个住宿环境的一个改善，那个部分到时候也经由地方政府这边一个评估。OK 之后一样可以提计划送到我们体育署，我们体育署这边会来审查、评估、协助。上午出席的除了小选手郭冠宏，还有倒球的教练黄胜胜、蒋鹏龙，以及台南倒球委员会副主委吴文佳，甲总干事冯胜清等人，因除了欢喜看到倒球馆的收费经营，同时嘛希望未来会用争取更较侪经费，培训选手，为台南争取更较侪公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渔光岛伫这几天来，因为技术节举办人潮愈来愈多，同时嘛吸引知名实境节目要来遮取景，不过受到保安令顶法令的限制，立委林俊宪特别出面，争取拍片场景的保留，也希望有市集会当进驻，带动地方的观光。因为像拿沙滩甲日头顶美景的安平渔光岛，伫技术节拍响名号以后，假日人潮愈来愈多，嘛吸引知名实境节目来取景拍算进驻半冬。毋过因为渔光岛受限保安林等土地利用的法令限制，立委林俊宪特别邀集中央农业部甲市府相关主权单位到场会勘。对此地方希望政府带动就业加整顿市容，相当期待。我们这里的观光要把它打好，因为像现在地震局那个渔光岛的南侧四季重化，北侧四季重化，未来住户会越来越多人，所以我觉得这个的一些生活机能要把它做好。可是渔光岛它就是因为它的土地有林业署的。因为它是中央全级的，所以可能在规划上可能要一些行政要麻烦各长官局处来怎么来协调这样。会中市府副秘书长嘛强调，不管是中央提出的拨用，还是市府倾向承租，拢表达依法全力协助。因为该节目日前伫澎湖取景，每个月平均创下700万人次的观光效益，所以本身嘛是台南人的导演，希望借着明星力量，去少年人回故乡打拼。很多隐藏的文化也好，美食也好，能够被明星艺人短暂的驻留提炼出来，然后跟当地人去做互动，去一起生活。那再打造一个旅游的 SOP， 然后最终交接给在地人持续发展。那我们其实最主要就是希望说，很多人都是出外去
打工，或者是说因为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家乡这么美好，但是他没有工作的机会，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能够通过明星的短暂驻留，然后来呼吁年轻人回乡，可以建设自己的家乡。立委林俊宪日前才针对渔光岛向中央争取7亿外，要来改善连外交通。今日阁进一步争取片场场景的保存等等，要让渔光岛改变的契机。我们是不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如果有比较漂亮的啊、非常好看的的那个拍摄场景的，我们就把它留下来。所以呢，也得到目前相关单位像林务局、像台南市政府的相关单位民政局观光局、公务局等等我们大概也经过很多次的协调。那地方的里长林里长也非常的支持所以我想未来让渔光岛更好、更漂亮、更方便，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愿望让我们大家未来一起努力。台南发展北观光南自由贸易港区，其中渔光岛透过市地中划，未来朝向国际级景点的实力将无可限量。台南新闻军职何乔邦采访报道。经过立委郭国文多年的推动，台南的捷运深绿线总算有成果出炉。14号由台南市副市长叶铁山来向中央进行报告，希望透过大众运输的规划，会当带动生活的发展。根据青绿山基务报告，青绿山的路轨深化、新市、深化甲归零4大地区，全线21公里，总共有14站，而且会甲南线延伸连接到高铁站。未来为南科到沙仑高铁站完成大约1点钟的路程，将大幅缩短到32分。为南科到市区只要35分，为深化火车头到南科也只需要12分，差不多所有时间拢减半。捷运之后呢，减少1半的时间，大概30分钟出口一点，那进市区也会更方便。未来呢，我们尖峰的时间呢，大概4分钟就一班。过去青绿山原本被列为第2期规划，后来伫郭国文大力争取，并找交通部、台南市政府协调后，才将青绿山纳入先期规划。深绿线把1期、2期改成1期，那市府也从善如流，交通部也从中的这个协助了那这个其实见证会刚好这几年我跟副议长在南科这边打拼的过程当中，南科这边的发展速度实在非常的快，快到你几年前都难以想象南科的效益之所以如此这么强，几年前你想到胜2列、胜2列了，所以南科那边今天也突飞猛进突飞猛进以后就可能脱胎换骨副市长叶铁山表示，郭国文对着大众运输相当有观念，因此市府拢会详细聆听并优先采纳伊的建议。伊也更积极争取预算，参像是这次可行性评估的费用，就是郭国文争取中央补助来进行。伊市政府建议的部分，市政府拢感觉讲这应该爱优先。像讲伊拄仔讲，咱讲拄仔听到这个报告，深绿线这条，其实这条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因为伊的提醒要到清楚，所以中央补助咱前5班，会当做这个可行性的这个研究规划。所以今仔日靠这个期末报告。为降低都市景观以及环境冲击，台南捷运青绿线规划采用高架单轨，路宽20公尺以上，并以预筑时间减少因为工程造成的交通冲击。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台南市第2选区立委候选人陈坤和14号召开记者会，希望推动台南新的市政中心，会当设置伫满岛台湾首府大厦后底。这项提案嘛得到多位国民党甲无党议员的支持。台南市新市政中心伫个赖清德第2任的市长任内，103年就开始规划，并且公布选址的地点。不过后来因为担任行政院长李碧霞咧。一直到今年7月31日，台湾首府大厦的会后，引起多位民意代表的关心，希望争取新市政中心设伫个麻豆的首府大学后地，甚至地方还阁组成推动协会。这一个点，因为它本身是属于台糖的土地，它地商务现在是我们台南市政府在管理，它的楼地板面积又比现在的永华市政中心还要宽敞，它的校地。16.52公顷，也比现在这里的永华
市政府15公顷还要大。它旁边有20-30甲的台糖农场，以后我们可以扩充。所以这些点点滴滴，它的土地取得、楼地板、建筑物都是相当的棒。会中台南市第2选区立委候选人陈坤和表示，趁着台南正规划建成400栋，陈坤和希望莫只规划办活动，应该为台南留下大建设。伊主张市情的发展，爱回归专门批的两边，希望透过这个社会运动，促成市情中心迁徙到台南的中心地带。伫遮的时阵，安尼做400栋，我看到台南市政府为着400栋啊，伫遐做工课，计划足济，但是好像都在做准备办活动，把400年办完活动的时阵哦，我看可能没有剩下什么。那我们400年要留下什么？那是我们台南市的一个里程碑。所以可能认为我们的主政者的眼光太短了。所以如果安那明年400栋的时阵，我们台南市府城进入一个里程碑的时阵，安是不是来推展市政行政中心？就来摸到，将安的永华市政中心建设成为现代热能科技的不夜城。陈坤和表示，新市政中心设立以后，永华市政中心的原址会用参考台北信义计划区不夜城的概念，结合台南运河甲安平观光优等的产业发展。规划为热兰做成现代版的科技城，会中出席的这位议员嘛拢纷纷表示乐观其成。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台江建增200栋最后一场大戏《台江纸风车幻想曲》将伫12月15号登场，邀请走风车剧团来到台江，和大小朋友做伙认捌台江这片土地。邀请了纸风车剧团要来演出《台江纸风车幻想曲》你要不要加入他们的行列呀？台江建增200栋系列活动来到最后一场，邀请到走风车剧团，结合台江在地故事，同时透过武定、唐吉诃德等经典角色，演出台江的历史甲发展，也将找来台江版本的海底世界运动会、黑光剧等经典桥段，让观众对着剧中人物漫游台江。咱就是爱教育互咱的囡仔来了解咱开台江这200栋来，伊的发展。咱这安南区已经超过20万的人口了吼。透过我们这次特别为这个台江做了这个故事哦，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过程呢，让大家对我们在地人对自己地方历史的珍惜哦，以及呢这个美好呢，可以有更多的让更多人了解。把每一个故事历史，台江怎么聊？你看这一次纸风车多么的用心，就把台江的故事放在我们自己的地方演出，然后呢去研究，我们是首发哦。这出戏将伫安南区大安里演出，会选伫这个所在，除了因为是台江人口上密集的生活圈，同时也呼应海尾雕风中今年的文化建设活动。欢迎民众伫这个拜五，也就是12月15号来到顶欢庆台江建增200栋。台南新闻所怀采访报道。做阵化石园区升级，将展览结合有趣科技，民众未来去参观，只要摕出手机啊，就当看到各种侏罗纪的古生物跳出来，甲大家做互动。
台南市政府伫数位发展部、数位财产税支持下，推动文化园区中药科技升级。未来民众来到指定化石园区，只要摕手机扫墙顶的裂缝图案，就有各种来自侏罗纪时代古生物跳出来互动。透过新奇的互动体验，让参观的朋友伫趣味中学习。通过这种展览方式啊，你觉得来看展会对你了解一些古生物有什么帮助？就是可以知道它可能长什么样子啊。然后因为上面也有名字，可以自己去网上查它的资料，比较方便让我们去认识一些自己喜欢的古生物。大家可能对于考古这样的一个东西会稍微比较陌生一点，那也比较没有那么贴近我们的生活。那今天我们借由跟5G计划的结合，让民众能够更能够深刻的体验这样的一个感受。那我想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佐证这个化石馆来参观，那带动整个地方的一个发展。2024年是台南400，那台南400其实我们有一系列的丰富的活动，可是我们在办理这些活动跟行动的时候，其实展示或是表演的手法就非常重要。所以透过书发部的支持，我们结合科技，把文化跟科技结合起来，其实我们在明年会有相当多的活动都会用文化跟科技结合的方式来做呈现。那所以希望透过这样能够接触更多的民众，吸引更多可能亲子的这些观众们，然后认识更多台南的文化以及我们未来的发展。数位财产署甲台南市政府携手合作，导入5G、扩增实境、AI 影像辨识、体感、3D 等技术运用，共同打造指定化石园区的古生物 AI 互动体验科技示范区。除了有互动科技导览，还有大人小朋友拢喜的 AI 翕相等等。民众现在来到园区参观，一定要会记得来甲恐龙互动看卖。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伫北区湾美国学校设置阿嬷理看市集以后，除了成为当地社区展现营造甲地方创新的平台，其中花德里的里长宋兰美玉的纯手工手艺，就吸引一人高管义卖做公益。由三观客家法人所规划爱心市集，其中伫展示北区社区营造甲地方创新的成果当中，看到花德里的单位就相当吸引人。高水造型的鸟头鸟红仔，不管是用手工编织，或者是用纸雕的，拢是里长宋兰美玉纯手工一手包办，加上宣传社区的历史，佮风灾教育的故事绘本，相当难能可贵。我研发这个花花，我是想要做一些出来，就是义卖，卖给人，那个就是得来的费用，就是给那个弱势家庭。出书的话，那个书本，我这5年来有9本书，那个九本书的话，我们也是都是送给那个弱势的家庭，还有偏乡远方的校长给我们的学校让他们小朋友知道这社会上有很多关心。市集除了展示社区营造成为爱心公益帮助弱势，其实嘛是少年人创业真好宣传的平台。当中摆满各式各样实用的围兜、手帕夹，或者是叶头毛的装饰等囡仔用品，搭配圣诞的气氛，吸引不少爸爸妈妈带囡仔来交关。会中头家娘的查某囝嘛成为上好的 model。不过一开始创业毕竟较困难。伊选择先伫网络销售，希望纯手工的好手艺会当渐渐打开知名度。因应圣诞节的部分，我有做一些圣诞的装饰，还有一些圣诞帽的装饰。那当初会成立这个工作室，就是想说可以带小朋友，边带小朋友，然后也可以有一些自己的兴趣，对，然后也可以陪伴小孩长大这样子。虽然只是一场市集，不过有可能是造就青年人创业，或者是拍开事业第二春的起点。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2月1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顺怀，咱再会。